来看镜头这边哦，看镜头哦。只镜咧头前的哦。哎，来看镜头哈。青春，青春，青春的感觉。好，来预备。耶，就我拍的哦。耶！来花人生哦。啊，这么巧，给巧。这么快1听别吗？哇，要去海边的边边，好近啊！哇，我嗨用，嗨用来啊！碰到水嘞！我嗨用。感觉我家己人车合一，我嘛伫内底耍啊，就欢喜。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点。开到足爽的，啊，拢感觉无，唔是咧拍片，无咧拍节目安尼，就是足享受的。